看闽南语连续剧《石磨心》。一段情等到最后，也是等无你回头。你不愿留，不愿等候，阮的心也是为你留。阮的爱藏在心内，你是唯一的将来。只有等待你的了解，谁知影已经是伤害。不应该，不该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，真孤单。阮的心事只有讲予家己听，你放我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。你的名哪会叫袂出声？阮的感情已经为你散。爱无水，甲无香，面通水，听无嘴，就是大富贵。啊无某嘛天天追。阿母，你倒来？你咧创啥？我咧教你啊浸衫啊。无路用的查甫囝，甲你某伫咧穿大衫内裤啊哈！母啊，我要甲你讲哦，迄头仔师爷钱迄哦，迄你误会啊啦。你会记袂？我顶阵头转个的时啊，你叫我提钱互因老母啊，啊因老母无爱收哦，遐钱哦总啊藏到阿瑞的旧衫裤，搁早倒转来啦。阿瑞甲你讲的，我嘛叫袂记啊，好佳早是阿瑞也想着呢，若无哦，即阵代志就惨啊。阿瑞也叫你家洗内衫内裤。这无要紧啦，也无定定洗啊，迄久久啊洗一摆嘛，安尼趣味趣味啊。阿瑞啊，阿瑞啊，阿母，你是真袂见笑呢？我替你足歹势哦，叫恁红婿查甫人家洗做内衫内裤，哈？啊，这种代志若传出去，啊，若互人听到，以后无对啊，是要安怎面来见人啊？了着。母啊，你莫生气啦，无遐尔啊严重啦，迄是我家要说，毋是阿瑞也叫我的。听见啦？我，你搁咧唱啥物啊？哈？听某喙大富贵哦，哼！亲像即款查某会当西天呢，听伊的喙，免是要说大富贵啦。阿瑞啊，毋像你咧想迄款辛苦啦，你较冷静的啦。我已经看透啦，我足切心的啦，你知无哈？我冷静，爱冷静就是你啦，看较清楚咧，用早看破啦，知影无？我真戆囝咧，有影吼。阿母，阿母，安若煞变安尼啦？啊，愈讲煞愈愈啦。啊，我即摆搁来讲。你愈解释吼，啊，我就愈气。你啊，你免烦恼啦。我有办法，我有办法将迄个代志哦，讲话母清楚啦。你是要去边啊？小等你就知啦。对个。阿菜啊，我规工无闲啦，我足歹命的啊。莫怨叹啦，拢共款啦。哎呀，要少年要少年，他叫人家弄出来，你要小心点，小心点这。哎！你是伊啊？我即摆哦会晓闪啊啦，我说你即摆安尼好甲我弄着啦，好啊，后开车骑安尼紧。母，木腿啊，你来啊吼！啊，那你一人来哪呢？阿瑞啊呢？无啦，阿母啊，你先跟我来去阮兜住好无？是毋是阿瑞啊发生什么代志？唔是啦，母啊，我先再来去，然后才你讲啊。我跟你来去。木腿到底是去对？真久敢等。来，哪里？
吼，袂说讲吼，足够人缘嘞。啊，你看到咱两个，袂说较看落鬼嘞。袂啦，三金婆啊！啊，当时吼无注意，啊，超工甲咱闪过，啊，浪过，跳过，安尼啦。哦，三金婆，我啥？安行。哎呦呦，三金婆啊！嘿嘿嘿，人碗公女啊吼，有看到你啦，人咧甲你叫啊你啊。哟，哎呦，啊，都拄啊咧学耳孔啦，无听的啦。哦，安尼嘿哦。啦，三金婆啊，嗯，你甲看，啊，咱这猪仔的身体还袂好刮咧，啊，袂前袂着咧填布地，敢袂伤早哈？哦，我咧看吼，这毋是咧填布地哦。啊，无是咧提啥？这吼是破梦啦！阿彩呀，他讲哦，你的头脑上介好啦。大家拢嘛安尼哎呦，哎呦，你补破梦，哈，就要用你的啦吼。较破梦吼，无路用啊啦。无彩工啊啦！对啦，你是咧讲啥？我已经互你害到遮凄惨嘛，你干嘛安尼糟蹋我？我到底是啥所在得罪你？你讲啊！有欺骗哦！嘿，欺骗啊！嘿，是安怎人啊？哎呦的呀，巧的呀！哎呦，迄个查某啦，无啦，你咧挖公女啊啦，讲啥物讲哦？阮害讲足凄惨啦，迄家己讲袂死哦。哎呦，讲哦，嘿，我是阮害伊的啦，我咧糟蹋你啦。你著查某吼，讲迄个话哦，敢有体面是无？阿彩啊，卖生气，卖插味，来，咱入来内面坐，啊，你来闲话来，甲我斗八兔斗，啊，来，你来来。阿 Q 啊，看袂出来你即马搁往若想正会开安怎哈？当阿 Q 啊，即摆因媳妇吼，爬咧伊头壳顶啊啦，迄木腿啊，毋知影哪有屎弄呢？拄着我吼，拢袂要甲三少问呢。真正是安尼啦，阿 Q 啊，那恁木腿啊吼，娶某前甲娶某后吼，迄个性吼，迄改变有够济啦。Q 啊，我咧甲你讲，你是有听着啊无啦？啊，恁讲了太过分啦，无差遐济啦。我嘛有甲阿蕊啊讲伊若敢木提啊离婚哦，啊看要开什么条件，我即马就是等伊开喙啊。安尼，我有赞成，较紧哦，家己离的啦。见笑呆哦。有一步吼，你想无够的哦。啊，你叫碗公女啊，家己开条件，啊，伊若要爱你的田园甲厝契的时阵哦，才肯离开，啊，你是要安怎？哎呦，迄连只家族都生袂出来哦，我爱要求什么田园哦？嘿，所以吼，较早困较有面啦，吼。话都毋是安尼讲啊，啊，人伊若硬硬讲吼，要爱这个田园厝契才肯离开的时阵，安尼就故意咧刁难阿 Q 啊，啊，到时阵你要安怎应付啊？我阿 Q 吼，伊原来是看伊不在眼内啦，伊若敢咧挑战我吼，时间我啥物人较歹看咧。我吼是伫烦恼讲，即件代志若传去吼，哎哟，阮木腿啊吼，恐惊会娶无某。哎呦，这代志哦，你放心啦，包伫我三金婆的身上啦。啊，阮后头厝迄个表小弟的迄个查某孙叫做阿芳，甲你木腿吼，足适配呢，啊，全决定。三金婆啊，啊，你嘛毋通这急性，啊，人都还袂离婚咧，啊，你咧问人就共做便便。即落代志哦，你毋知影啦，愈紧愈好啦。啊，咱咧，我着来去探听迄个查某，看你什么时阵要离啦。啊，离了，咱就赶紧娶木腿啊去相亲啦。爱我为你一颗心冷凉啊，每应该不该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，真孤单。阮阿蕊啊，阿蕊啊，阿母，阿蕊来啦！啊，他木腿啊，载我来啦。腿啊，你若载阮老母来啦？毋敢问者，你有大粗大意，我会互你害死呢。紧载阮老母转去啦。无啦，我就甲载来啊。迄妹翁哦，袂是讲咱妹囝咧。哎呦，佫真死咧哦！你紧转去啦，紧的啦。啊，是要转创来啦。啊，来就好，就叫伊转创啥的？即摆大家拢伫这现场哦，吼，有啥物死角差，大家来讲好势。母啊，安尼我先讲啦，王紧啦，我讲啦，母啊，
你讲阿丽啊，头送西家子的代志哦，但我即摆证明已经找来啊，安尼是误会，是毋是当改写？厉害，你个嗨！再听钱了，哦，钱啊，阿瑞啊，绝对袂做出来代志。你迄钱吼，就头拄摕去一空，陆队啊讲伊做竞赛要友好我，毋知摕迄钱互我，我无爱甲摕伊强拄好啊咧。了后，我就将迄钱啊，放阿瑞的裤衫内面，要阿瑞啊兄倒来。想要讲阿瑞啊就有新衫，无影裤衫出来穿，所以今仔日才得做互恁大家误会啦。安尼毋到我毋对咯，歹势啦吼。阿母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拢是我毋好。阿母啊，即摆代志哦，大家拢讲清楚啊啦，你莫要叫我甲阿丽啊离婚啊啦。是啊，钱嘛，毋通叫伊两个离婚啦吼，钱。是讲查某人创西家钱，大家都会啦。啊，我毋是讲为着请代志，叫因翁某都爱离婚啦。阿瑞啊，既然阮林家也得要2年，伊若有在大家生一个孙互我，毋免讲创西家钱啦，就是讲伊会飞天转地，我嘛无话讲。母啊，你若定见讲，我要讲这啦，啊生囝，啊无说是安怎啦？即要安怎？人无囝吼，咱林家全后事啦。啊，我无咪通见祖先啦，知影无？阿母，你搁互我一段时间，我一定会替你生一个孙。互你一段时间，啊是要等10年，啊20年，啊是要等我目睭起去？阿母，你莫讲我无吉利的话啦。阿母，你相信我，我嫁你后绝对会死，绝对会生啦。你这个无路的卡小你啊，无路啦你！哎，阿 Q 啊，啊等恁讲啊安尼啥，拢讲袂清楚咧，要无我安尼来做一个公亲啦，好无？对。那三斤盘吼，辈分上大，那伊咧讲的话吼，绝对大家拢爱听，所以讲，互伊讲一下公道话咧。啊，我想讲吼，互阿丽啊的这个愿望啦，讲互一段时间，安尼啦，无过半年的时间，啊半年若是讲袂生食，伊片仔懵就爱转去啦，啊，互咱木腿啊吼，搁娶啊！你讲的什么笑话？是什么咧半年啊？我你讲话伊咧，阿瑞啊，起来，免搁跪啊，咱即马就随来转去啊，免踮要让食头红看无起啦。阿丽啊，你免做，母啊，你免做，你也转去啦。你小等。好，半年时间，我若无给你生孙，都随在你。这句话是你家己讲的哦。等你即摆是咧讲啥啦？阿母，这你先甲我加两件，这裤衫，我得甲我去穿掉。阿瑞啊，人讲你要继续住因林家了，啊你即马跪到阿母转来就好啊咧。乖啦，咱即马转来去啦吼。我即马就转去，欠无对伊情分，就无法度害伊。阿瑞，敢若无对啊一个人对你好，哪有啥物路用？伊嘛无法度通对阮遐济人啊。阿母若想着讲，这后半年哦，你是要安怎过日子啦？莫替我烦恼啦，吼。阿母，你若腾遮骹来啦，我鞋啊，你穿好。唔免啦，唔免。阿母哦，腾遮骹已经替我惯死啊。敢若是因啉家的物件，我夹着怀疑也夹着啦。你实在是有够戆，你实在是有够戆的啦，瑞。好啦，我就顺你的意思去做。到时你若要回来厝，你一定要叫退的因阿母来甲我讲个清楚。阿母哦，绝对袂互你失面子的，知无？我来等啦，阿母来等。你哦实在是有够戆的啦！你无来无去，你甲太阳个是要创啥？你还是去中着3斤半的价，你知无啦？无再讲我替你一个说说，你
你哪会遐尔啊故意啦？退的好啊啦，你哪个啉酒啊啦？啊，无啉酒哦，讲话袂大声啦，大家拢笑我无胆量。退的啊，你哪能够啉甲安尼啦？退的。阿母啊，阿母啊，阿母啊，你放心啦，明仔载哦，我着绝对互阮女啊大巴肚啦，看我有才调啊无。女啊，来，咱来去，我要你大巴肚，女啊，退的，我要你大巴肚啦，女啊，你莫乱啦，退啊，我要你大巴肚，你莫乱啦，我要你大巴肚啦。退的。阿母，我来啦。唔免啦，无用做你啦。Q 啊，阿 Q 啊，你看咧，我找啥物人来？你看卖咧。阿母你好。伊叫阿峰啊，你袂记得是无？我咧想讲吼，啊咱无偌久就咧讲亲情咧，啊亲情才互你熟悉个较好啊。啊阿峰哦，迄自细汉哦，就熟悉恁木腿啊啦，啊对印象阁袂歹哦，有影哈喏，嘿。阿母啊，木腿兄哦，甲阮大兄是初中的同窗啦。啊，我以前就捌甲木腿兄见过面啊。啊，恐惊伊即摆可能袂认得我啊。啊，无木腿啊嘛，木腿啊，啊这阿峰你会记得无？木腿啊。木腿兄你好。哎呦，三姐婆啊，阿峰啊，等恁落来，咱入来内面泡茶，来，入来内面泡茶啦，啊，来泡茶啦。害我为你一颗心冷了落。有该行到心痛，痛到情拢散，真孤单。阮。阿母，我来啦。唔免啦，阿女啊，啊你这个月有来无？阿未，这个工还未来。是哇，紧，叫木腿来食饭，紧点用啊！啊，你是安怎啦？食一个饭安尼，你喙笑目笑。对呀，阿你有心啊啦。这是啊，也唔知啦，小可怜。来，啊，这吧，加食一罐，靠营养。真嘛真正嘛，加小好啊，对。母啊，你嘛加食个母啊，哎呀，我会来啦。你袂有孙人好看啦，母啊。你安怎？是安怎？你啊？你啊？母啊，即马你也是安怎？你才真推呢，娶某汉尼久啊，唔知影我查某人这个来一宝哟。阿母，哎呦，阿峰啊，看起来哦，你大方阁水啦。啊，若看到你的人哦，哎呦，心情拢真有轻松起来哟。阿母，是你唔甘嫌啦。阿 Q 啊，你看，迄有的查某人哦，迄都无共款啦。阿 Q 啊，你看阿峰这身材，若是讲要生囝哦，迄
迄生一道哦，迄无问题啊。迄是当然的啊。人的相命生来讲阿芳吼，注定有几落后死了。对啊，阿 Q 啊，以后你着好命啦，子孙满堂哦。系啊系啊，嘿，无对啊，来啉一下茶讲。阿女啊，你有出来啉吗？阿芳啊，真正着有无水啊啉。阿瑞啊，来，你去坐啦。行啦。阿 Q，你看，你咧后生安尼啦，我说变面啦。是啊，但你的新妇哦，这毋是款的哦。你是痛啥啦？你痛啥货啦？要生囝啦？当头卖你几身躯的歌，卖安尼啦。要紧啦。卖啦！阿瑞啊，后个月就半年安尼，你若阁无信哦，阿母就要叫咱离婚啊！我心肝足急的呢。卖啦！阿瑞啊，你啊是啥物意思啦？你敢知你即马无紧洗一下，你就无当去带咱林家啦。真歹势，我无法度替你生一个囝。这3年来，多谢你的照顾，我一点仔怨叹嘛无。我嘛无啥物要求，惠弟，因应该饭我还是捧袂起的。但你即马是咧讲啥啦？爱情拢是予人茫茫，为何你有爱要怨的人？为你付出换来一张卡，诚心诚意也无彩价。爱情拢是掠人心冤切，为何我有讲不出的话？等你一声，感觉心落雪，也是。